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和你講講 Channel。好多朋友同我講，想自己去中國內地自由行，但又驚唔識普通話，交通複雜，訂酒店訂車票麻煩到死，覺得一定要跟團先得，大錯特錯啦！今日整一份超詳細嘅內地自由行終極攻略，全程淨係需要 DeepSeek 12306攜程地圖 Apps 呢4款工具，無論你係第一次去，定係想自由行去啲小眾城市，零經驗，唔識普通話都輕鬆搞掂，暢行無阻。快啲讚好收藏，出發前一定要睇。開始前提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揀全部。一、用 DeepSeek 規劃行程，輸入你嘅出行日數、想去嘅城市、預算，叫 DeepSeek 幫你定製專屬自由行路線，可廣東話語音輸入。推薦必去景點、地道美食、指南，唔使自己花時間查海量資訊。例如，我想去上海玩5日，你可建議我這5天日的行程。交通，我想住地鐵沿線的酒店，邊間方便？二、疑問解答，遇到任何出行問題，如唔識路，直接問佢。例如，我依家喺上海徐交匯站。想去外灘，應該在地鐵邊站落。二、地圖 Apps， 高德地圖、百度地圖，揀一款就得。市內交通亦超級方便，可實時導航，支援步行、公交、地鐵、打的、單車，多種導航方式。無論係邊度，輸入目的地，自動規劃最優路線，標注地鐵轉車站、公交到站時間、打的價錢。精準唔會蕩失路，例如我 call 車去佐敦裕華國貨，可用離線地圖提前下載目的地城市嘅離線地圖，冇網絡都可以正常導航，唔使驚流量唔夠。周邊查詢，一撳搵附近嘅餐廳、酒店、便利店、景點、洗手間，仲可以睇營業時間。網友評價，出行超方便。三、訂酒店、門票。攜程一站式全包，攜程係內地旅行全能平台，可以預訂機票、租車、接送機、酒店、門票、美食，一日遊全部搞掂，唔使再切換其他軟件。四、高鐵出行12306 Apps 12306全國高鐵、火車訂票官方 Apps， 唯一正規官方渠道，查詢全國高鐵、動車、普通火車嘅時間表。票價、餘票，線上直接訂票、改簽、退票，唔使揾黃牛，操作簡單易明。例如我想4月4日去桂林，就可睇到所有可訂票的班車時間。使用技巧：註冊賬號，綁定護照資訊就可以訂票。熱門路線，比如節假日、京滬、京廣線，建議提前15日搶票，設定開售提醒，唔使驚冇票。到站之後刷護照或者二維碼就可以入站，超方便。額外福利 ，Apps 入面還有約車、接送站功能，到站直接預約車輛，行程無縫銜接。五、總結，全程實操流程，由入境到返歸，一步到位。一、旅行前用 DeepSeek 做好行程規劃，查好目的地天氣等資料，用攜程提前訂好機票、酒店及門票。但如果想訂上海迪士尼門票，就上佢哋官方 Apps 買較好。至於 FastPass 票，如果唔係繁忙日子，可以唔買都得，或去到睇下情況先買。二、如果想搭高鐵，就係12306提前訂好高鐵票，按時間搭車，到站後用地圖 Apps 導航去景點。不過，如果去較遠的地方，如京滬、京廣線，機票平過高鐵票。四、遊玩期間 ，DeepSeek 可帶路，地圖 Apps 隨時導航或 call 的士。建議大家想用到以上付款功能，係需要內地有戶口同手機號，可用中移動記憶卡2號。好啦，祝大家去內地旅行都有超開心嘅體驗。如果大家還有其他內地旅行問題，歡迎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逐一答你。記得關注我，下期帶你哋打卡更多內地嘅城市。我哋下期再見。